镜头转来到咱国内，宜兰燕山乡的七贤村，便若拄着风台，就会做大水。官府开2亿5千多万，要设抽水站来加强排水，按说明年底就会完工。家具拢浸水，厝内乱糟糟。宜兰燕山乡七贤村当地溪洲排水附近，因为地势较低，若拄着风台性质，就发生淹水问题，互地方是真艰苦。抽水站工程完成动土仪式，宜兰县政府开2亿5800万伫溪洲排水出水口设抽水站，完工了后，每秒应排放差不多12吨的水到南洋溪内底，31吨工了后，按说明年底应完工启用。大家会惊啊！因做一届，因足侪届是无因着厝的啦，不过都安足危险的啊。对啊，大水来就真烦恼啊。当地居民伫面台号召之下参加抽水站动土仪式，希望工程早日完工，互居民免伫为风台来感觉烦恼。按过伫工程完工进程，相关防灾准备要安怎处理，民代也是真关心，希望能尽量避免灾害发生。希望说我们那个福州的抽水站能够赶快完工，然后让我们的居民不要再担心受怕。我们的移动式抽水机，然后目前也都是常驻在这边。那我们提早的来做抽水。县政府表示，抽水站完工进程当地顺其进程的防灾整备拢会照以前，比如放移动式抽水机甲提早排水增加溪洲排水用水量等，这类型防灾整备去年防台期间已经证明无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